哎，你这模样，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。是啊。你在这宣室殿一待就是一日，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也不见你的影子。宫中事务繁杂，百废待兴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哎呦，累了。来，坐下说。你们这些秦人呐，无趣的很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？啊？放在我们草原呐，谈得妥就一起喝酒，谈不妥上马开战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？万事都这样简单利落就好了。好累。今日那些伺候米叔的内侍禀报说，米叔突然兴起，跑去披香殿了。他大概还惦记着武王后的假肚子，给他争王位呢。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大概把武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。这做梦做醒了，总会有点心痛。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，也算个好汉，但眼光不行，养了那么些个恶婆娘。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，不是冰清玉洁的，可到了这后宫，就菊花为止。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。天寒地冻，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，望惠后保重身子，辛苦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惠后，既然做了，那就吃点吧。惠后，你看，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两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，他从未事先对惠后提醒。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子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了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秘书那个恶婆娘她跑了。秘书跑了？据说这2日她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。今日侍女给她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她的贴身侍女珍珠也跟着一同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秘书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他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他驱使，还有期望他曾应许的荣华富贵。他这一跑，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。月儿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。晚了，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更何况，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，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，接替原来的守将。剩下的禁军里头，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。月儿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一群人与秦军共同把守宫禁，保你安枕无忧。
是你？干相可是心浮气躁了？您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会后眼下如何？放心，此刻会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。正是会后叫我来给干相问安的。公子华与会后总算联手了。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，也没有永久的朋友。公子华需要会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，会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，彼此各有所需。当然，那个米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。今后米八子这个称呼不能再提了。是啊，如今要叫太后。太后，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，叫得长吗？都将军，此言何意呀？芈月当了太后，重用处理吉雍瑞、司马错等人，冷落干相等一干旧臣，干相不会没有怨怼之心吧？会后和公子华视干相为肱骨栋梁之臣，此刻会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干相呢。我留在这儿，有留在这儿的好处，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。拜见母后。拜见母后。免礼，坐吧。母后已经赐座，我还是不坐了吧？叫你坐你就坐。眼下，我们与咸阳那边的战事陷入了僵局。我找你们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等有何高见。当日父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，而今在朝中支持芈月的那些人，有很多都是在新法实施以后而得以提拔的重臣。新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，以军功大小定王族身份之高低。那些没有军功的宗室儿女转眼落魄，对此，甘茂等旧臣和宗室旧族早已耿耿于怀。假如我们宣布在秦国废新法而恢复旧制，如此可以得到各郡县原来封地爵位被削了的旧族支持，亦可打击在朝中拥立芈月的那些臣子们。兄长，高瞻远瞩，高瞻远瞩。好，那就照王二说的办。当日，我已在自己的封地恢复了旧制，深得旧族人心。若真在全国恢复旧制，倒真是可以享者云集。但这全面恢复旧制，重新分封，是要朝廷颁旨的。我是先王正妻，众公子嫡母。眼下，我们的朝廷就设在这旧势力最强，曾是秦国几百年救国都的雍城行宫。储君就是你公子华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颁旨，名正言顺。芈月等人伪造遗诏，当天下诛。只要旧族当中愿意跟我们走的，立即宣召下去，恢复他们旧日爵禄，世袭代代相传。如此一来，只怕秦国真的要乱一阵子了。乱了好啊，乱了天下，芈月母子就能早日父慈。等我重回咸阳宫，我定以嫡母之位封你为秦王。
多谢母后。下去吧。会后，您当真要助公子华为王？自然当真。你看那没出息的公子壮，这才到公子华身边被调教几日，就一副心甘情愿做应声虫的样子，真是枉我当日想立他为大王，看走了眼。不过，我不光答应了公子华为王，也应允了子雍、子轩、子峰等人。到头来，还得看他们个人的本事。此刻看来，公子华是实心实意愿被会后所驱使。他是想一呼百应，一夜杀进咸阳城呢。不过他的心思，倒也合我的心思。可公子华跳得这么凶，芈月会不会泄愤，按捺不住杀了魏夫人？杀了有何不好？那芈月一直摁住不肯杀魏延，是因为他投鼠忌器。那魏延与魏仪与我深仇宿怨，魏延肯写信给公子华，让他与我联手，还不是想借我之手扶公子华上位？可公子华要一上位，那魏延等人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吗？